咁相信呢點對點嘅交通服務已經係國際嘅，我諗呢個網約平台呢都係我諗國際都經常都係唔同地方都有啦，都係大勢所趨。一樂見呢今一次呢去到去規管啦，一啲嘅細節安排終於可以釋放出嚟。但係呢亦都因為坊間呢對於發牌嘅數量呢嘅都係嘅議論都十分激烈啦。有啲話7000、8000，有啲話1萬，有啲話15000，有啲話去到2萬添。咁我想了解政府嘅傾向係會發幾多呢？因為都有的士業界同我哋去反映啦，因為都擔心呢一下子推太多呢，都令到佢的士呢可能到時都冇咩人去揸，個轉晒去揸網約車呢，佢啲車就冇人去揸啦。咁但係我哋都擔心呢，頭先亦都話呢，發得太少呢，個運力嘅需求呢，亦都未必去符合到滿足。咁亦都會唔會去分階段去到做呢？咁去到視乎情況咁去循序漸進去行呢，咁會做得更加好。第二樣呢，就係喺定價方面呢，由於的士嘅票價呢都係受到法例規管嘅，政府呢有冇機制呢防止呢各大平台呢大規模呢去到啲內卷式去到發啲補貼啊，去到搶客啊，咁去到競爭去到出現白熱化嘅情況啦。咁另除此之外呢，想了解下獲得個牌照之後呢，係咪一定係只可以綁定單一個平台？譬如有4-5間網約平台公司出現，係咪淨係可以綁一間呢？定係4-5間都可以綁到呢？去到俾到？咁我都擔心呢，其實呢喺網約車推行出之後呢，會唔會特登好多人呢係會特登去買啲車啦，去加入咗啲網約車，特登買好多私家車去到做，令到路面嘅多咗好多啲車嘅情況。咁所以會見到文件所講呢，會優先考慮呢係俾擁有私家車嘅一段時間嘅車主嘅。咁亦都想了解呢一段時間究竟係歷幾耐呢？唔該，主席。喺繼續睇落去之前，阿銘想請未讚好呢個專業嘅朋友仔去撳翻個讚好掣，而睇緊 YouTube 嘅你，亦希望你可以撳個訂閱掣後，再撳埋個鐘仔，咁有最新嘅政策同社會資訊，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啦。首先呢，我諗睇到有關數字，其實以今天嚟講呢，政府冇一個傾向性，我哋都係繼續聽意見。咁我亦都留意到近日呢，就喺社會上邊呢，大家都會有提出一啲唔同嘅一啲嘅諗法，或者係個方向啦。但係有一個共通點嘅，大家呢都同意呢，就係如果你發得太少，滿足唔到市民嗰個乘車嘅體驗同埋需求呢，咁其實個政策落唔到地，其實都係失敗嘅。但係如果我哋一下子發得太多，或者好似而家某一啲平台聲稱講到嘅有幾多嘅一啲嘅上線嘅司機呢？咁但係因為呢一個其實係成個生態個行業係冇一個規管嘅情況下，佢一路咁樣催生同發展啦。咁呢個呢，亦都未必呢對於我哋持續公共交通嗰個體系，或者現時提供緊呢一個運力嘅，譬如以的士業界嚟為例呢，其實亦都未必係好。再講對於我哋公共交通或者係路面嘅負荷呢，亦都會造成衝擊。咁所以呢，好香港而家我哋行嘅呢個方向呢，係行總量管控嘅。咁而呢一個模式呢，係有別於世界其他好多主要嘅城市，包括內地城市。咁所以呢，我哋去定數字嘅時候呢，個數字個上限呢，唔會係一個死板嘅數字，但我哋都要落一個數字，讓到行業係有一個確定性。我哋日後呢，亦都需要持續去睇住個市場營運啦。我哋亦都要適時呢去調節。第二呢，你提到會唔會擔心有內卷嘅情況？咁我哋都會好小心睇住呢一方面，因為對市場嚟講唔會一個好嘅一個發展。咁但係因為我哋正正呢會喺個數量度做咗個管控，唔係無限嘅。咁所以呢，市場嘅力量呢，當呢個數字係一個可控嘅範圍嘅時候呢，其實大家呢就要係透過一個需求同嗰個嘅供應呢有一個調節。咁亦都呢，我相信呢，以而家好多我哋睇緊一啲平台，佢哋去做俾市民接單呢，一般嚟講個收費呢都係較現行嘅咪標收費為高。咁但係如果出現一啲極端嘅情況，有內卷呢，其實我哋有手段呢，係可以呢去就住佢哋嘅收費呢，係作出一啲嘅監控或者係出手嘅。咁最後呢，你有提到一點呢，就係因為我考慮到個時間啦，就我哋會傾向唔係嗰啲發咗嘅網約車嘅嗰個嘅車嘅或者個人嘅牌呢，佢係好似係一個平台專屬。因為我相信我哋嘅數目始終係有限，咁如果你係限定咗某一個平台呢，其實呢個會容易做咗一個壟斷，或者甚至有一啲平台呢，佢去對於某啲司機嚟講，佢定一啲佣金啊，
收傭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措施呢，可能會扼殺咗一個多元化同埋競爭性。咁主席，或者我答到呢一度。